臉丟到國外了，廣東人不會講廣東話，真係失禮人。李顯龍啊，新加坡嘅係啊，嚟廣州訪問，落機，我哋市政府派咗一班細路仔去接機，人哋李顯龍個總理，新加坡個總理，以為嚟到廣州梗係講廣州話啦，用廣州話同啲小朋友打招呼，冇一個小朋友識聽。係啊。唔知佢噏乜，真係一個好大嘅缺失。你話幾大嘅笑，幾失禮啊！你話真係。如果你不認識他，你一定不會說廣東話。88歲粵語相聲大師黃俊英，老廣的童年回憶。李顯龍訪華，落腳廣州，接待的孩子居然沒有一個會說廣東話，悲哀啊！李顯龍用粵語打招呼，廣州細路仔集體唔適應，呢一巴掌打到啪啪響啊！湖南台都喺力撐廣東歌。點解講到後生仔連早晨都講得唔正？阿爺阿嫲嘅龍舟調仲喺巷口飄，細路仔嘅嘴裏邊只剩翻煲冬瓜。學校咁方言我可以理解，但點解屋企都唔教？方言係翻屋企嘅路，母語係刻喺骨裏邊嘅鄉愁啊！你睇下88歲嘅黃俊英，奄尖聲悶笑到碌地，呢啲先係老港靈魂嘅 BGM。全世界6000萬嘅華僑講緊粵語，廣州街頭後生都啞晒。1.2億廣東人，每日流失1000個粵語家庭。